隨住身上嘅裝甲越嚟越多，腰帶越嚟越笨重，為咗方便活動以及保障替身演員嘅安全，蒙面超人喺拍攝嘅時候會換上輕便版本嘅戲服。你有冇發現到呢？大家好，我係英雄，歡迎收睇《港式英雄傳》。今期嘅影片想同大家盤點一下一啲喺拍攝嘅時候可以睇得到明顯嘅打鬥版皮套嘅穿崩鏡頭。首先係蒙面超人劍嘅繩劍變短劍啊！蒙面超人劍嘅腰帶組成部分分別係有變身器主體以及佢嘅主要武器繩劍，而啱啱完成變身或者唔使用繩劍嘅時候，把劍就會佩戴喺演員左邊腰身嘅劍套上面。而打拳腳交嘅時候啊，就可以明顯睇得出輕便版嘅繩劍道具，唔單止卡牌收納處變得細小，成把武器嘅長度啊，更加係由長劍變成小型嘅短劍，而視乎剪接而定。有時候正常尺寸版本嘅繩劍都會直接套喺收納套上面。蒙面超人 OOO 冇咗一半嘅腰間裝備，蒙面超人 OOO 嘅腰帶配置可以話係變身時嘅必需品啦。左邊嘅硬幣收納盒可以收納需要使用嘅核心硬幣，而開始變身嘅時候需要喺右邊腰身抽出 scanner， 繼而就可以開始掃描硬幣進行變身。而打鬥時換上嘅輕便版腰帶呢，演員右邊嘅 scanner 當然就唔會設計成可以隨便抽出啦，尺寸嚟講相對上都係比較薄，而收納盒更加誇張啊，直頭冇咗一半。蒙面超人 X8 迷你版吉薩庹以及薄版嘅必殺啟動裝備。蒙面超人 X8 如果想啟動必殺技，就需要喺演員左邊腰身嘅必殺槽插入卡帶，而呢個必殺槽除咗有呢個用途之外，下方更加可以收納兩個吉薩庹。我哋可以睇睇戲服版本嘅薄版必殺槽，相信佢嘅材質應該係用軟膠製成嘅。其次就係吉薩庹嘅迷你版本啦。蒙面超人 Build 複眼消失術。蒙面超人 Build 嘅皮套喺英雄心目中係數一數二有型嘅皮套，佢頭部一大片嘅複眼設計，令到整體嘅美感度大大上升。而珍貴嘅複眼頭盔，當然就只有喺變身完成，又或者係需要拍攝近鏡嘅時候先會用得到啦。打鬥嘅時候就會換上實色眼嘅頭盔，主要係防止打鬥而造成嘅損耗。而實色眼以及複眼嘅頭盔就好似我女朋友落咗妝咁。蒙面超人 Zero-One 縮短咗嘅 Progress Key， 隨住力量嘅逐漸強化， Zero-One 嘅 Progress Key 嘅設計亦都變成越嚟越長，例如 Assault Hopper 或者 Dozer 嘅 Progress Key。而為咗方便活動啊，喺主角完成變身之後進行嘅打鬥戲 Progress Key 會被簡化並且縮短，而蒙面超人 Dozer 就更加明顯啦。正所謂大丈夫能屈能伸。蒙面超人 Saber 壓扁咗嘅收納套啊！喺蒙面超人 Saber 入面，呢一個收納套係大部分拉打腰帶都會有嘅配件，佢嘅用途係啟動必殺以及收納 Wonderlight Book。而因為具備咗一定嘅厚度，喺近鏡嘅時候會戴上正常嘅版本，而拍攝動作戲嘅時候就會換上好似一塊紙咁薄嘅軟膠，用途就係裝飾啦。蒙面超人 Zetsu 簡易版嘅 Driver。Jet Driver 喺設計上，左右係一個發光嘅裝置，而中間就有一個膠囊嘅收納孔，用作啟動變身或者係替換膠囊，使用其他膠囊嘅力量。而呢一個道具放喺心口，實在係太妨礙活動啦。因此喺動作戲嘅時候，會換上一個簡易版嘅 Driver， 左右兩側係換成實色嘅外殼，中間嘅膠囊只係仿製嘅裝飾品，整體由厚重嘅 Driver 變成咗融入皮套嘅一部分。而換膠囊嘅鏡頭就係靠剪接而成啦。唔知你哋仲有冇其他發現呢？記得留言同英雄一齊討論啦！多謝大家收睇今期嘅影片，如果可以嘅話，就記得訂閱關注我嘅頻道，俾個 like 我啦！我哋下期再見。